重慶816工程，1964年國家要發展地下核工程研究，咁啊動用6萬人喺重慶呢個位置咧挖咗24個足球場咁大，直至到1984年，因為提出聯合國廢棄核設施咧，所以停止研究。頭先我哋入口咧坐架電瓶車咧高速過嚟呢個位咧，洞裏邊嘅溫度係起碼比出邊低咗5度，好陰涼嘅。提供大量的人权相关资料，广播将起轨，起轨高度60米，在地。呢個係中國第一個原子彈1:1嘅模型。就101核反應堆，我而家地庫第3層。咁呢，依家見到前面呢架車呢係會轉嘅。如果核反應堆裏邊塞咗呢，首先用車上面嗰個機械臂呢嘗試通翻個核反應堆。咁如果通唔到呢，就揾人入嚟通啊！但揾入嚟通呢，就會受到核感染呢，入療養院3個月。呢個係101核反應堆大廳，前邊中間呢個就係核反應堆啦。